高文都響到喎，網球嘅名將。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香港隊，咁即係白色波衫係作客球隊孟加拉嘅都係比較認識嘅。咁啊，包括咧就係孟加拉啦，都比較係着重咧就對手門將馬馬噃。咁啊呢邊嘅孟加拉亦都有個嘅教球啦，亦都有咁嘅能力抌埋去嘅。當時咧就話祖連奴呢個波咧就翻嚟去頂個波嘅時間咧就頂翻轉頭啊！但係好在龍門嘅謝家榮都能夠可以好定咁接實個波嘅。加埋呢場期一齊慶祝啊，無分彼此。即係輪到呢隻孟加拉嘅一次機會啦，送到埋 set 到熱傳嚟自查祖利嘅，嗱好嘢啦！咁見到就顏卓彬啊，成功係頂翻住個位先。因為啲波咧係長傳斜傳嗰啲波咧係事實話打得好過上半場㗎，孟加拉。今次呢個長波就嚟自隊長巴文㗎，為俾右閘斜插冚到上嚟嘅烏甸。嗱好彩啊，門將嘉榮出嚟都夠晒快嘅。嗱要追翻轉頭最近個場區球員就係7號嘅祖連奴啊！場連中3元嘅功臣啊，大紅人就李小恒噃。然之後有幾多白手一次機會啦，烏甸一個傳送到埋嚟，嗱呢下就好毒㗎嚇，咁但係就遠處或者伊斯林就接應唔到，已經響起警號㗎啦！呢個波咧其實香港隊好多球員喺度啊，都俾佢 send 到個波埋嚟。最後呢個波其實佢係掂到㗎，不過就撻咗 Q 咁解啫嘛。咁啊，佢亦都見到咧，就係呢邊啦，門將謝家榮一下大腳送到埋嚟啦，一壓之下，嗱留意呢下啦，周元德嘅防守啦，咁啊球證認為佢又踩中咗23號嘅蘇美。咁啊！吹罰之下，仲要黃牌，兼且上半場由於周元德已經有牌在身，結果就2黃就變成1紅。周元德係被逐離場，港隊只能夠10人應戰，亦都成為咗呢場賽事嘅轉捩點啊！冇錯啊，就係呢個波啦。咁啊，一頂埋嚟嘅時間又快腳嘅拉基荷森啊，因為當時其實就喺後邊走埋嚟㗎，變咗佢係比較主動嘅。但係當然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咧，亦都係 set 到落嗰個位啊，佢出腳就出到啊。係啊。咪先見到就快謙一下大腳長傳啦，遠處位置伊斯林再 set 翻埋嚟，結果咧就拉基荷森就搶快過陳俊一步啦，咁結果就射成1-1平手啦。到臨尾階段方面啦，禁區頂位置呢下左腳拉射就係荷森，結果咧就斜出。